来关心这母亲节的天气，讲到这黄霜雨的锋面渐渐接近台湾北部，气象署也要提醒民众，天气开始变较无稳定。拜六礼拜锋面来到位全台湾拢会落雨，而且这雨有可能会落真大。另外拜六开始呢，吹这东北风，温度呢会平这几日啊降差不多10度左右。这天气要等到后礼拜2才变较稳定。5月的第2个礼拜日，5月11就是母亲节，可能侪侪民众有打算要出门行踏。不过气象署提醒讲，因为受到黄霜雨锋面的影响，各地对拜5暗开始翻天，锋面接近台湾北边的海面。到拜六礼拜锋面入来，全台湾的雨水真高，嘛就要注意地延时的大水雨。在明天锋面影响，全台湾各地都会是降雨比较显著的状态，尤其是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，那各地也都会是容易有大雨发生的情形，并且在对流旺盛的时候，我们不排除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。尤其到了11号，锋面还是在持续影响台湾。气象署表示，水气要到后礼拜2才会减少，主要是山区过道开落雨。另外，在气温的部分，拜六锋面通过，台湾受到北边高压的影响，会吹东北风，所以各地嘛会翻冷。但是以拜5各地高温30几度来讲，到拜六拍算会降10度。锋面移动到南边之后，台湾附近是转成偏东北风为主，因此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会是有明显在转凉的天气形态。到了11号，高温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可能是只有22到24度，南部地区可能到26度左右而已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礼拜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冷，亲像北部和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19至20度，也那中部是21度，所以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来踏衫。记者卢尚如林小凯台北报道。